再来新闻要来看这个独家消息。台南市人口一年比一年较少，问题到底出伫倒位？今年1月份到6月份，伫台南出世的囡仔有6145个人，不过真正将户口报伫台南的，却剩呢4652个人，等于是4个囡仔内面都有一个变成其他县市增加的人口，到底是为免缘故？原来这甲是和津贴有关系。第一梯台南敢若发6000块，高雄、双北发2万。若桃园更加是发3万块，台南生育福利明显差人一截，所以讲大人当然的想尽办法，将囡仔户口报伫其他福利较好的县市。台南自2018年开始，人口拢是负成长，到2020年底已经减少12000人。其中一个真大因素和台南的政策有关系。在台南出生的婴儿，每4位就有1位户口不是报在台南，而原因是生1胎的话，单次补助好像是6000，还是不太足够。台南真的给的跟其他县市比起来，蛮明显的很少。生囡仔的钱，每一个县市拢无同，偏偏台南就是较少的迄个县市。黄小姐户口伫台南，翁婿伫台北，两个人做伙伫台南打拼有囡仔，想要替后生报户口的时，想要伫台南报就好，想要甲户政人员讲。边的人就说：“你干嘛不直接回台北报？那个补助差很多。”因为外县市的钱较济，台北、高雄、新北第一梯拢是2万，桃园是3万，实际到户政事务所问嘛是同款的回应。当然要去报凭证明金啊这样。福利影响偌济？今年1月份到6月份，伫台南出世的婴仔有6140个，不过愿意甲户口报伫台南，敢若剩4652个，等于有1493个人可能就是互外县市的生育补贴吸引，造成台南每4位囡仔就有1位变做其他县市所增加的人。同事之前为了就是报多一点的，就把户口调去桃园。生完小孩之后，决定就是要把户口的部分要报在台中。我孩子现在已经21岁了，那时候的生育津贴就是6000块钱。6000块花20多年，即马总算愿意加码。明年度，它也从6000块提高到1万。生育补贴比别人搁较少，想要到嘛变做台南的人口一直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。